再来乡亲啊，又搁发生这种的状况咯。民众烧金烧了，无甲香火加南河淡，直接就结粪扫车，结果规个爆开。台中凤湾区的清洁队收粪扫，队员启动着压缩机啊加粪扫的时阵，突然间来爆裂，大量的香火喷出来。当时咧结粪扫的民众惊甲四界闪，但是徛伫后道的清洁队员。袂互闪，嘛闪无路，后这个香火是喷甲规身躯拢是。加在当时用手甲面扎咧，目睭无受伤。清洁队员沿路咧收粪扫，车道压缩机开始要将这个粪扫加入去时向强。香火阵咧喷出来，徛伫后壁清洁队员呢喷一个规身躯拢总是。本来我过来要担粪扫的民众，嘛互这个喷出来香火惊一条，赶紧闪去边啊！不小就喷出来了，就这样子没有喷到眼睛啦，就一直就喷到衣服上而已啦。伊就是当时徛伫粪扫车后壁，互香火喷到的清洁队员，加在这个香火喷出来时，无甲其他粪扫做喷出来，伊嘛无受伤，规身躯拢是香火，赶快继续咧收粪扫，敢会使利用时间搬搬咧。垃圾袋中的空气尽量压缩到最小，那排到垃圾我们压缩之后，才不会产生气爆。清洁队再三宣导讲，香火是一般的粪扫，要弹入去进前，一定要用水性然后淡才甲包起来。应该回收的锂电池、灭火器，袂使直接就弹入去。要高压管啊，一定要甲绕离。担粪扫的时，加做一寡小动作，免用真侪时间，就使互清洁队员避免性命受到危险。